我哋都聽過呢句説話，眾僕之僕，呢句説話就係嚟自額我略教宗自己稱呼自己，因為佢認為最高最大最話得事嘅人其實係乜嘢？就好似耶穌講，係僕人嚟嘅啫。係咩僕人啊？唔係只係做人哋嘅僕人，而係僕人中嘅僕人，即係一定嗰份嘅謙卑咧，要去到極致。咁個極致點係乜嘢咧？就係耶穌基督自己。所以教宗雖然係整個教會嘅元首，但係佢開始佢會覺得坐喺呢個位，得到天主嘅恩寵去治理整個教會咧。第一樣嘢就係嗰份謙卑，加上額我略教宗本身咧係一個好克己、一個苦修嘅人，所以佢更加明白點樣藉着呢一種嘅態度去帶領住整個教會嘅改革。所以額我略歌啦、教會嘅規矩啦，然後好多嘢都因着佢咧而有所改變。佢亦都係教會嘅聖師，因為佢咧真正藉着佢所寫作、所宣講、所教訓我哋嘅一切咧，幫助我哋，使到我哋能夠真係效法基督，追隨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榜樣。